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嘛攻击当地以色列南部举行的一场音乐节。以色列救援组织伫现场发现至少有260个遗体，阁有真侪人被压走，真做临chết。以色列嘛展开反击攻击哈马斯伫加沙走廊的据点。巴勒斯坦是表示，嘛已经造成超过400多人死亡，其中有78个囡仔。 伫以色列南部，一场本来正欢喜的音乐节，因为哈马斯的攻击而变调，民众向四界逃走，远远所在还阁听到庆声。以色列紧急救援机构讲，救援人员自现场搬出差不多260具尸体，比联社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唔那安尼。而且有影片翕到，有一位敢若是来参加音乐节的女子，和恐怖分子阿基里车顶，掠去加沙变做人质。 伊的老爸看到影片了，靠家挡袂牢，希望当局会当斗3工。אני יכול לומר, כל ימי חיי, מאז שהיא נולדה, השתדלתי לגונן ולחבק אותה ולתמוך ולאהוב אותה. והנה ברגע הקשה הזה... 真侪被掠去以色列人质家属，心内正着急，催迫开记者会，要求政府会当甲因见面，讨论救援的办法。 哈马斯发言人讲，即马被关伫咧加沙以色列人质有100多人，其中也包括高阶军官。ونعلن بعون الله عن تمكن مجموعة من المجاهدين خلال اليوم من اقتياد مجموعة جديدة من أسرى العدو والعبور بهم إلى قطاع غزة. 以色列遂展开反击，并且对哈马斯宣战。加沙族人遭受飞弹空袭了。 真侪名体拢倒去，有人对倒去的厝内摸索一具一具的尸体，其中有真侪是囡仔，家属是靠家挡袂牢。巴基斯坦卫生部上新的统计，死亡人数已经到413人，其中有78个囡仔。أنا ما حسيتش في شيء غير أنا محشورة بين الركام والكنبة والباب محشورة بينهم بحاول أزيح حالي ما عرفتش. 哈马斯发动攻击已经超过24点钟，目前双方依然伫咧战斗，不时听到飞弹爆炸的声音。不过联合国安理会伫咧礼拜紧急会议了后，并无采取任何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讲，并不是所有15个成员国家拢谴责哈马斯的攻击。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